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就揀咗第二場同埋第三場同大家研究下。首先係第二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會擺前面嘅馬有紅海風帆、瑞木、手錶之星同埋酷霸王。步速預計呢就係正常嘅，狀態比較差嘅馬有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0、14。咁我可以畫晒佢先啦。留意翻4號線路英雄同埋8號騰達勇士就有缺貨嘅，狀態比較突出嘅馬有懶蛙同瑞木啦。大家就可以喺畫正嘅馬入邊揀自己嘅心水啦。咁我都揀咗我嘅心水俾大家參考下啦。首先就係2號嘅團結戰力，過咗去貴福特道，咁啊前一次就贏咗馬啦，上場就遇到個慢步速追翻個第4，內欄前置嗰啲馬贏啦。咁你見追得最好呢，其實就係隻運來五寶同埋呢隻團結戰靈啦。咁呢場有紅海風帆、瑞木呢啲馬，預期嘅步速就唔會太慢啦。咁團結戰靈嘅表現就會再好啲啦。然後就係1號嘅懶蛙，操睇佢呢就進步緊啦，越嚟越肯配合個騎師啦。咁啊初出第3，上場直頭贏埋添。但係佢贏嗰場呢個步速係極慢嘅。你見佢轉彎呢隻馬已經自己湧上嚟噶啦。咁啊，奧爾文同佢好夾啦，個走勢好順啦。唯一要擔心呢就係佢3歲要孭135磅啦。但係今次抽個檔位呢就好過上2次嘅，咁都要預翻佢啦。然後就係9號嘅瑞木，咁啊上次都有貼佢啦，近況一次第3，一次第4，我就確信呢隻馬呢係有能力嘅。但係大家都睇到佢轉彎嗰陣就笨拙啲啦。今次加個面箍幫佢抽到佢一檔，咁啊對佢跑法有幫助啦，所以就繼續跟進啦。然後就係11號嘅紅海風帆，對上2場出閘呢都有問題嘅，慢慢閘有失地，咁樣去睇呢，其實佢上場算跑得唔錯嘅。今次擺蔡明少上去出閘出好啲，呢隻馬你俾佢走得順呢，贏就唔敢講。咁啊跑個3344俾你冇問題嘅，拖埋佢啦。咁啊，第2場賽事分析過，跟住就講埋第3場3班1000米嘅賽事，預計會擺前面嘅馬有三甲之星同埋天天灑落。留意翻三甲之星呢就有缺貨嘅，步速預計都係正常嘅。呢場可以畫走隻7、9、11先。咁狀態比較突出嘅就有俏眼光同埋天天灑落啦。咁我都揀咗幾隻馬俾大家參考下啦。首先就係4號嘅俏眼光，狀態平穩啦，係進步緊嘅馬啦。近3場戰績1、2、1，喺4班贏嘅姿態呢，就話咗俾你知佢仲有分喺手噶啦。咁啊正路嘅選擇啦。然後就係5號嘅領航君子，呢隻都係神操健進步嘅馬啦，外觀吸引啦。表現就唔算好穩定啦，上場起步就失咗平衡，沿途走住外碟，基本上成場呢都係蝕住跑嘅。但係咁樣佢都有少少走勢啦，咁就俾多次機會佢啦。然後就係8號嘅國千金，打旗嘅支持，咁啊喺外國呢跑過4次，一次第1，一次第2，睇血統呢就1400以下都啱跑噶啦。潘頓親自去試閘啦，咁啊走勢的確係吸引嘅。咁但係到時就再望下個賠率，睇下值唔值得投注啦。然後就係3號嘅三甲之星，又係貴福特馬房啦。咁佢接手人哋啲馬出嚟嘅表現就唔錯啦。呢隻就買咗翻嚟俾佢一手打理啦。外國跑咗4次，3冠1亞，咁啊一樣啦。到時睇下個賠率，睇下值唔值得投注啦。剩翻嗰幾隻當然都係實力馬啦。咁啊睇下啱唔啱你心水啦。2場賽事分析過，如果想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、賭咩馬嘅朋友，就可以加入我呼風喚雨嘅群組啦。可以睇下我頻道簡介或者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